有太多，要靠你自去勸阻，也不需協和。四處有惡意教唆，會引致最錯結果。太貪心會上闖禍，哪怕有課送錯咗，我也會抗拒去攞。每天手法零差錯，若你話很需協助，在今天應該上一課。懷着自信，正直對惡習要擊破，憑誠實振作士氣，與壞蛋去切磋，知足使我可歡欣將更多，做個堅決有誠信的我。來拿着正確道理，每日去廣播，能同步世界連結，快樂年月度過。請張開耳朵，聽一聽這歌，面對一切誘惑也輕鬆到。